只要为你活一天。在音符编织而成的记忆里，总有几首作品能穿越时间风沙，直击人心深处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正是如此的一首佳作，从旋律的起笔到词意的落点，宛如心事低语，悄悄渗入耳际，在流淌至情感的脉络，让人无法抗拒地沉浸其中。当初这首歌的创作源于一段横亘情感与文字之间的真挚触动。李子恒那时怀住无法言说的深情，在夜里静坐于桌前，看着窗外摇曳的灯影。他并不急于写下任何字句，而是任由过往片段在心中回荡。每个片刻旁浮都在催促他释放积压许久的思念。他不问未来，只愿在短暂人世中留下一段专属于爱的证明。钢笔在纸上游走的那几日，他几乎不曾合眼，只因每次闭上双眼，那个人的影子总会占据整个思绪。他写的不是歌，是灵魂深处的独白，是不求回报的付出，是愿为对方燃尽余生的决心。黄以玲接触这首歌时，正处在歌唱事业的转捩点，他一眼便看穿这作品的内在力量。他知道这不只是演唱一段旋律，而是要透过声音承载一整个心境。录音当天，环境静得可以听见他心跳与呼吸交错的节奏，灯光被刻意调暗，仿若将自己放进内心幽深之处，去回应歌词中那种低声而坚定的情感呼唤。他将词句读了数十遍，并非为了背诵，而是想感受每个字里的意念，想从文字中寻得情感的密码，使他能在发声时不带技巧痕迹，让所有听者彷佛站在他的内心边缘，一同感受那段足以让人为之牺牲一切的真心。负责编曲的张燕青在接手此案时，即意识到这并非一般作品，他不希望乐器成为主角，而是选择以钢琴铺陈整体基调，让每一个和弦都像是诉说着未完的话语。背景的弦乐则悄悄交织，从不抢戏，仅在转折之处出现，强化情绪层次。整体音长营造极具张力，无需过度堆叠，也不依赖华丽转场，只需一段缓慢延展的间奏，便能令听者进入一个无声世界，彷佛时间凝结，只剩音乐在诉说不愿醒来的梦。张燕青深知，最动人的不是高潮处的呐喊，而是低语时的余音。他巧妙的留白，让情感自行扩散，使得旋律在空气中留下持久愉悦。那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艺术。李子恒在写下这首歌时，其实心中早已有所决断。他不曾奢求对方回应，也不寻求命运垂怜，他只想将那段情感以一种无声方式封存于歌中，如同将心事系在夜风上，让它飘扬至遥不可及的远方。他曾说，那段时间彷佛整个人都陷入一种低温状态，语言失效，情感泛滥，唯有透过歌词得以让情绪有个出口。这些文字不是编造，而是他曾亲历的场景，经历过的选择与失去。那些残留记忆未曾淡去，反而在创作过程中一再浮现，使得每句歌词皆蕴含着不可取代的重量。而当刘家昌重新诠释这首歌时，他选择不更动原有架构，也不试图重新编排，而是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，用他的声音经验重塑那份初衷。他没有加入过多装饰，也未展现刻意技巧，反而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，缓缓开展每句歌词，使人彷佛听见他在对过去诉说。他的嗓音中带有一种岁月痕迹，那不是老去的象征，而是一种看透悲欢后仍愿继续深爱的深静。他的演绎中每一次停顿都意味深长，不是为了押韵节奏，而是为了让情感自然流动。他以声音传递情绪，以节奏铺展画面，在歌声中建立起与听者的心灵连结。那一夜的现场演出，灯光如水倾泻，他站于舞台中央，未予先审，仅用最简单的乐队配置，却营造出无比厚重的情感氛围。全场静默无声，只因所有人皆已随着他的歌声穿越回那段遗失的深情。在整体构思中，这首歌曲的魅力不止于其文本与旋律的结合，而在于它所传递出的精神与温度。它不求轰动，只愿在某个寂静时刻陪伴着孤单心灵，成为无声陪伴的证明。在张燕青设计的配器之下，所有元素都紧密融合，如心跳与呼吸般自然存在，不刻意凸显，不强调技巧，却正因为这份朴实无华，使得整首歌得以穿透时代与语境的藩篱，成为跨越时光的共鸣。而黄以玲对细节的把握与情感的掌握，使得每次重听都能听见不同的层次。有时是一种隐忍的痛，有时是对过往的怀念，有时则成为眼前仍未实现的期盼。他的演绎不是诉说，而是邀请听者一同回忆。李子恒那晚未曾开灯，他仅靠纸上光影的投射与心中对那段感情未尽的期盼完成此作。他说这不是一首悲歌，而是一封从未寄出的信，是写给过去某个温暖身影的最后一次沟通。在不同人生中，这首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。
有人唱出了等待的无奈，有人则表达出坚持的勇敢。而在刘家昌的诠释里，则多了一层历经世事后的释然与宁静。他的版本彷佛不是在唱给某人听，而是在对自己过去的选择低语。他的嗓音如同老照片上泛黄的边角，记录着不再重来的时光，语句之间无需强调，便已使人落泪。他没有挥洒情绪，而是让那份情感如细雨渗透，在不知不觉中打湿心中某个角落。也许正因如此，当旋律缓缓落幕，歌声消散于空气中，留在人们心中的不只是感动，而是一份被理解的安慰。这种力量并不张扬，却在夜深人静时显得无比巨大。它不是宣传品，也不是潮流产物，而是一种源自诚恳与真挚的艺术体现。音乐的本质从不在于炫技，而在于是否能唤起听者过往的记忆与感情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正好展现了这样的特质。它没有复杂节拍，也不靠高亢高音赢的掌声，而是将所有复杂转化为最简单的情愫。只用几句话语，一段旋律，便让人陷入深思，回到某个画面，某段情感，某种不愿遗忘的温度。每一位参与这首作品的人，不论是创作、编曲、演唱或诠释，皆未将它视为任务，而是视为一种交付灵魂的行为。那份尊重与用心，成就了这首歌在众人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。